我们等一下要去看卖火山的盐卤水。你说这边有火山？有，你火山这样啵啵啵啵，是加州豆腐就要用泥火。Wait. What? So you're saying I make tofu myself? Of course. Easy. Okay. Okay. Let's go then. Follow me. Okay. 鸦片二单人做豆腐，是加州哦。Tofu. Yes. Hi， 泰哥。你好，老板好。男生主位，还有 Christina。 Christina。你走豆腐哈，一半漂白哈，这是从前中国人发明的石磨。那我先示范呢，我们磨的人的动作。松过去，你会先松落来，右落来，松过，右落来，松过一样的。前后。你看它那看到了个白色那个浆出来了。对。This is me making tofu myself. 好，可以了。接下来豆浆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泥火山水，就是盐卤。我们还没有加进去之前都是豆浆。哇 This whole thing will become tofu. Yes. Yeah? Yes. 变成安尼讲下来，那种豆腐发。啊，妞就豆腐发哎，哎，豆腐发是什么？豆花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豆腐脑捞起来，放到模子压。就可以把它压成那个形状了。对，我来摇一点点给你试试。 This is me making tofu myself. 有没有豆香？有，而且很纯，只有豆子。你看鬼手的味道里豆里味道。哦，你看那个模子小小的正方形的，超可爱。这个布要把它拉整齐。我手漂了，等一下它的成品才会比较滑，是吗？平滑。对。前面一点，手的重压。5, 4. 4, 3, 2, 1。打开来咯，注意看咯。好。好了，那你看到你做的豆腐咯。哎，去加州豆腐成功。 Wow, making tofu myself. 哎呀哈，俺就坐在正批落去开卖了。Christina，去加州豆腐好搞吗？ Making tofu myself is fun. 而且豆腐真好吃。还有啊，罗山村很香呢。对啊，我们下次再来玩。OK。